带去读唐诗。观公孙大娘弟子武剑起行，作者杜甫。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气动四方。观者如山识祖宗，天地为之九地岳。福如夜射九日落，娇如君地参良相。来如雷霆收震怒，拔如江海扬清光。江顿自受两寂寞，愿有地势传芬芳。林影美人在别地，表舞此曲心洋洋。以问答既有意，感时武士情万上。先帝仕女8,000人，公孙剑气初第一。我是连间事反将，风尘轰动昏王色。历完此地散如烟，日月如珠永寒日。金属虽前莫应强，激动色成错消息。待天主管却复将，乐极哀来月当顺。懦夫不知其所往，足见红山转秋节。简介：唐大历2年，也就是西元786年10月19，在贵州白家元氏的厝内呢，欣赏到林应人士李12娘表演一套剑气舞，舞姿曼妙，耀眼光彩，交织神态，令人振奋。见不住好奇心起，请教伊讲是向什么人学的呢？伊讲我是公孙大娘帝团的弟子，向向来回忆早当年，唐玄宗开元3年，我一个足细汉的时阵，会记伫宴城来看过公孙大娘跳剑舞，甲浑脱的舞姿流淌飘逸，亲像天理散花，节奏明朗，堪称是一时之冠。伫当时皇宫内面的宜春丽园，几千名的舞者会当表演这款的舞曲呢，只有是公孙大娘一枝独秀。当年肤色华丽，青春年少，容貌标致。如今呢，公孙大娘容貌艳丽，几间我都再看到了。家己也变成别个匆匆的老王，连伊帝团的弟子李12娘呢，也已经年过青春了。难的是武姬也当一脉相传，武金对色，内心感慨不已，所以写首的剑气行。形容我在想起了早当年梧州人士的张旭。最后写这个草书的字帖，几落摆伫湖北的叶城来观赏公孙大娘表演西湖剑气，长期用于武剑的剑术，惯会用通在书法之上。按迄当阵开始，伊的草书呢，以千里的情情，行魂流水，意态挥动。由此可知，公孙大娘炉火纯青的武艺何等样的精妙呢？读诗的囡仔白学派，有气质，够文采，读诗快乐哦。